3月4日，跑馬地夜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800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4號光輝歲月128磅3檔，周俊樂配呢個尤達榮。次選3號古惑大師131磅2檔，麥文堅配呢個大衛希斯。三選9號開心三多126磅9檔，巴道配呢個貴福特。最後12號龍佑生120磅12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呂健威。第二場1200米5班，首選6號銳一131磅5檔，潘頓配呢個貴福特。次選3號志旺財133磅11檔，布文配呢個偉達。三選5號力險大將132磅12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10號東方魅影120磅4檔，周俊樂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三場2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9號君智勝120磅2檔，周俊樂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12號怪獸叉燒118磅10檔，班德禮配呢個丁冠豪。三選1號勁進良區135磅5檔，奧爾文配呢個賀賢。最後6號包裝旋風126磅1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伍鵬志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首選12號電玩精英116磅5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偉達。次選8號枕頭之星122磅6檔，巴道配呢個廖康銘。三選7號閃電升福123磅11檔，金城當配呢個沈澤成。最後2號團結戰令129磅10檔，希威森配呢個貴福特。第五場1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5號踏雪尋梅125磅7檔，潘頓配呢個偉達。次選11號萬里雲117磅5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賀賢。三選2號智勝攻略129磅10檔，巴道配呢個廖康銘。最後8號萬眾開心121磅12檔，蔡明紹配呢個黎超星。
第6場1200米3班，首選7號東來欣賞121磅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2號川河洞區129磅5檔，鍾易禮配呢個尤達榮。三選3號成數表131磅7檔，霍雲星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6號團結巴打124磅10檔，希威森配呢個貴福特。第7場1650米4班，首選9號先到先得123磅8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4號大千氣象129磅12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1號街燈135磅5檔，布文配呢個尤達榮。最後3號加州活力133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告東尼。第8場1200米3班，首選1號幸運星球135磅8檔，潘明輝配呢個毛偉傑。次選9號福星小子120磅9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三選3號飛馬座130磅7檔，布文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7號美麗邂逅122磅10檔，巴道配呢個告東尼。第9場1650米3班，首選3號雙影豪126磅10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方家柏。次選5號仗義120磅1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1號銀亮奔騰135磅1檔，布文配呢個尤達榮。最後4號爆笑123磅4檔，巴道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提醒返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1、第3同第5場。之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